第二屆多倫多中華電影節正式啟動，喺10月舉辦為期1個星期嘅影展活動，上映多部嚟自本國同全球各地嘅華語電影。梁超明報導。今年多倫多中華電影節 TCCFF 將推出一部世界首映影片，由著名華人導演高志森同演員洪金寶帶嚟嘅影片《嶺南功夫少年》，佢哋亦將於首映當日嚟到多倫多同影迷見面。Opening night 10月18號咧係一條世界首映，世界首映 that means 我哋多倫多啲朋友咧喺文化中心個劇場626個人同埋啲 volunteer 咧，我哋睇到先啊，好開心啊！我得到呢個世界首映啊！本屆電影節仲擴展短片競賽單元，為新銳電影人提供更多展示舞台。主辦方表示，將電影節命名為加拿大中華電影節，係以涵蓋全國華裔社群，慶祝華裔同加拿大之間嘅故事同文化創意。影展期間，短片同紀錄片競賽將角逐5大獎項，觀眾可現場投票選出自己喜愛嘅影片。呢次仲新增玉峰獎以表揚對電影藝術有傑出貢獻嘅電影人。本屆電影節將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舉辦，為期1週，每晚上映一部影片，10月18號開始至24號結束。